One, two, three, go！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要往前做哈，铁三角同工，我们做一个榜样，都往前做。铁三角同工，感谢主。当我们往前做的时候，我们要拥抱神给我们的特权，就是要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他。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这个时刻呢，我们都预备好了。在这个敬拜的当中呢，我们尽量把我们的手机呢都收起来，全心全意的与神亲近来聆听神的话语，也全心来敬拜他。阿们，阿们。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敬拜赞美就是我们的特权。敬拜赞美就是我们的特权。这个特权就是要荣耀神，要得着能力，并且是得着喜乐。阿们，阿们。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全地就因着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带来了福气。阿们，阿们。大家请起立。哈利路亚！我们要用一颗圣洁的心，安静的灵，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牧师邀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尽情的来邀请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你也可以用方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仍然举起我们的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我们灵里面有极大的渴慕，圣灵它的运行是圣灵，我们渴慕你，主啊，因为你是圣洁的，你是尊荣的，我们属乎你，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要用你所赐给我们的真诚，我们的意念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你的灵继续的来运行，充充足足。主啊，叫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得着完全的释放，我们要得医治，我们要得能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这个时候用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神，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时间！我们用掌声来欢迎这些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宣告，在今天的敬拜满了神的恩典、能力与荣耀。阿们，阿们。是神真是我力量。阿们吗？阿们。你说神真是我力量的时候，你把这一首歌的副歌“神真是我力量”的动作是怎么样？来做看看。神真是我力量。好，等一下要用舞蹈来赞美神，跟旁边人说要用舞蹈敬拜神。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阿们。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
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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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永远，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充满能力的，哈利路亚！阿门。接下来，我们带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来击溃心中的巨人。阿门。一路上虽有荆棘，却看见应许之地。我们呼喊你的爱，凭借最终的胜利，让惧怕包围我心，像耶利哥的城墙。我要呼喊你的爱，总看见恐惧倒塌，用我一生来歌唱。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若是黑暗隐藏，愤怒偷走你荣光，征战中仍有盼望，全都因为你。
世界。让我们一起来呼喊：耶稣是能力，我能医治人。一起来，耶稣是能力，我能医治人。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带着神赐的力量跟恩典，我们充满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继续的来敬拜他。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现在举起我们的手，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神在乎你，无论你在什么的境况下，神都在乎你。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牧师看到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开口赞美，阿们。阿们。当我们开口赞美的时候，就表示神的尊贵荣耀成为你的冠冕，阿们。阿们。你想象一下，在你的头上有神所赐给你的冠冕，那是何等的荣耀跟尊贵，阿们。阿们。你看到旁边的，你看到他，你跟他说：“我有看到你头上有
冠冕。往到你头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属灵的眼睛可以领受到的，那个就是祝福。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不仅领受到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冠冕的祝福，我们也要把这样的荣耀跟恩赐分赐出去。阿们，阿们。这个时刻是我们 RPG 祷告的时间，我们要来为什么带球呢？在下个月，我们1个月里面，我们连续有3个活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教会的事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事工都要大大荣耀神，叫参加的人、参与的青少年，他们都要得着从神来的恩典。阿们，阿们。第一个活动，我们青少年有113位，在7月初的时候，他们要到新竹有一个领袖营，我们为他们来祷告。第二个，在7月中，我们有一团要到韩国去，有一个访韩的盛会，也为他们祷告。然后在7月底呢，有我们的亲子的营会要到泰雅尔族司马县那里，所以整个月都已经排满了。我们要不要为他们祷告？阿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平安，让他们参加的人每一个都得着丰盛，让神亲自在他们里面来动工。阿们。阿们。而这个就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你们成为后盾。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两个人，我们来 RPG。然后我们有新的朋友，我们小组长来为他们祝福，来带领他们两个人的 RPG。我们的组长、小组长来观察一下，有新人，小组长来负责来带他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的祷告，大声的寻求，哈利路亚！把握这一个最美好的祝福的时间，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我们为我们青少年来祷告。主啊，你的能力必增添在我们这些的同工辅导身上。主啊，使他们因着你的智慧，他们就行出智慧的事来。每一个学员他们的参加都带着期待，并且那个期待就是圣灵的充满。主啊，我们有访韩盛会，主啊，我们在那里要领受神的恩膏，主啊，好叫我们成为神你合用的器皿，成为服侍神你的工人。主，我们为了亲子来祷告，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的家长孩子们，主他们全家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主啊，使他们透过美好的关系，主他们就要称主你为他们的名。主啊，是的，你就是他们所依靠的。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哈利路亚！大方大胆的为对方来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啦啦，哈利路亚，呼啦啦，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典，哈利路亚！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举起我们的手，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们要来宣告：你夺去我所有枷锁，你夺去我所有重担，你夺去我所有伤悲。我们请这一边的弟兄姐妹来唱这一边的，预备好了，来宣告：你夺去我所有枷锁。好像那个枷锁还不愿意脱去的感
你有没有领受到神是多么的在乎你？你的大小事，神都关心。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的罪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来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我看到你是赞美的人。我看到你是赞美的人。当我们宣告的时候，你被祝福，你是赞美的人，你就是得胜的人。所以你在这个时刻之前，凡是你有任何的担忧的事情，跟人的关系不好的问题，任何的难处低谷，神都已经为你挪去了。阿们。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宣告了，我们一宣告，神就必成就。阿们。我们的身体也要得健康。阿们。我们的经济也要得兴盛。阿们。我们的家庭也要得喜乐。哈利路亚。所有的关系都要恢复。这就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宣告。神说，当你唱出来的时候，我就应许你。阿们。当你唱出来的时候，我就应许你。阿们。当你唱出来的时候，我就应许你。阿们。恩典，你既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掌声归给主耶稣。哈利路亚。掌声归给主耶稣。谢谢主。哈利路亚。牧师也要请你尊荣旁边的弟兄姐妹。你之所以会唱得那么好，是因为他对你有很正面的影响力。来，你也尊荣他，赞美他。你唱得很美。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大家请坐。此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记载在民数记13章25到33节。请他们窥探那地40天之后就回来了。他们来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摩西、亚伦以及以色列全会众那里，向他们和全会众报告，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他们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派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但是住那地的百姓很强悍，城镇又大又坚固，我们也在那里看见了亚衲族人、亚玛利人住在尼格夫，赫人、耶布斯人和亚摩利人住在山区，迦南人住在沿海一带和约旦河旁。迦列和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必能征服他。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却说：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些百姓，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大。于是探子中有人向以色列人散布有关所窥探之地的谣言，说：我们所走过、所窥探之地是吞没居民之地，并且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百姓都身材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巨人，就是巨人中的亚衲族人。我们在自己眼中像蚱蜢一样，而在他们眼中，我们也确是这样。圣经读到这里，接下来请周牧师讲道，他讲到的题目是眼中的巨人。感谢主，因为
刚才诗慧在预备的时候，我刚好进去，他刚好讲了一句话，所以他刚才可能有吓到的样子啊。我刚好走进吸管，他说牧师没有用，你们会不会吓一跳？我进去说牧师没有用，他说牧师不是啦，是牧师啊，牧师。我说不是哦，那个诗应该是这个诗没有说，牧师没有用，所以可能这样子的话，可能这样子啦。所以刚才他要介绍周牧师，就想到这一段就有一点害怕，不用害怕，我不是巨人。阿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哇，感谢主！我们的宣告是铿锵有力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大家有没有跟着走呢？2年的读经计划，对不对？这个是上礼拜的第23周，对不对？牧师写的哦。好，那我在6月3号我就宣告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好，然后6月5号经文读完以后，我宣告我是利未人，我属于神。阿们。哇！牧师有多的这个你们也可以可以一起来在你们抄写经文还有空档的时候就可以写我宣告我要更柔和谦卑，容神益人。阿们。我要对我的太太更柔和谦卑一点。阿们。你看，我知道一定有人很大声的阿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一起来透过神的话语，天天帮助我们。如果你心存神的话语，你随时都可以得帮助。阿们。好，我们宣告好不好？心存神的话语，随时得着帮助。对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OK， 好，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眼中的巨人。你现在眼中还有巨人的举手一下。都没有吗？有对，好，放下。你举手表示你懂得牧师在说什么。那我也相信今天神要让你更懂你眼中的巨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那是关键点了感谢主。好，那我们读民数记很特别的，民数记是数点神指明的数目，将而来得名那我们先前有读过生命记，对不对？那生命记里面记载很多了，怎么样建会幕啦，许桌棚怎么做啦，有没有？这个约柜怎么尺寸怎么样，有没有？很多都在谈论这个器具规格上帝对每一个小细节都很用心我们可以从生命记可以看到，但是到民数记的时候却很特别这些器具完成以后，谁管谁负责的都有，但是这里更告诉我们，这些要使用、要服侍的人都必须要分别为圣。如何分别为圣呢？这些人是哪一些人负责呢？怎么样的服侍神？这里都写得非常清楚那很特别现在一时的感动，好像在说器具的时候都没问题，说到人怎么安排就出问题了，有没有？我们昨天读的经文里面就有人有没有？那个名字叫什么的叫什么的？记得吗？哪一个可拉党有没有？台语叫做扣拉党，扣拉洞哇！可拉党有没有？他们起来说，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当祭司我们都要利未人都要搬这一些只有亚伦他的后裔可以当祭司，不公平，对不对？
哇，他们来有没有？来这样子呛虾，摩西哦。但是我们看见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你读了经文就知道，哇，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哈。好，从今天里面我们可以来了解，民数记是它记载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到西乃山下这一边，跟神立定契约，神要当他们的神，他们要当以色列的百姓以后，他们就要开始前行的，有没有？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们到了摩押原平的平原的故事里面哈，其实从西乃山到神应许的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其实若路程来看是11天就可以完成哦，但是他们走了几天？40年，精准一点，他们是走了38年又10个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除了神怜悯体恤他们不要走沿海，因为非利士人，他们看到非利士人一定会害怕，因为非利士的人比较先进哦，他们的武器他们都有马车，有没有？那以色列人刚从埃及出来，他们当然是手无寸铁啊，没有什么样可以能够面对这样强敌的，所以神有体恤他们，也带他们先到西乃山跟他们立约，这是神特别的安排。然后为什么11天的路程会成为38年又10天？今天就成为一个关键。所以民数记在告诉我们是神管教的时刻，但是民数记也表达了这位神他是蛮有信实、蛮有怜悯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好好的来思考，会帮助我们。我把它定义为，你读民数记会遇见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慈爱跟他的公义相遇。而在这对遇当中，你会去看，哇，百姓背逆神不听神的，但是神还是包容怜悯他们，体恤他们，但是神还是要管教，对不对？神的管教在他们做错的时候及时的就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偏行己路了，不回来的话，他们怎么可以到达神所应许的那迦南美地呢？流奶与蜜之地呢？是没办法嘛，所以神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纠正回来。哇，这个是一个过程。然而神的慈爱跟公义在这其中相遇的时候，我深信，如果今天以色列人还存留，那表示说神的慈爱是高过于他的公义的，对不对？如果说以神的公义来讲，今天我们没有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满身的污秽，我们太多的欺哄欺骗，我们被这世俗牵着走，都没有办法合神的心意而活出来。然而神怜悯我们，因他的慈爱大于他的公义。不是他的公义不满足，不是，是为了满足他的公义，他必须要刑罚。然而他爱我们的心，怜悯我们的心，就像我们在怜悯我们的孩子一样，不是不管教，而是该管教的就要管教。这是我们可以在民数记里面我们可以好好来看见的。所以我们可以宣告说，上帝是怜悯又信实的上帝。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上帝是怜悯又信实的上帝。是怜悯，就是他看见我们的不是，他不是直接就责罚，直接就放弃，直接就砍掉我们，不是的，他一次一次的在饶恕我们，在等候我们归正，在等候。他是信实的是什么？他所应许的绝不落空，他对百姓的祝福他绝不落空，他信守他的约。而今天被约的不是神，是人，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读民数记，我们已经读过了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在14章里面。那14章的34节，他是这样记载哦，他说：按你们归探那地的40日，1年顶1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为什么神要责罚这样的百姓呢？因为这些百姓背逆了神。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13章里面，
我们就会看见为什么后来神要他们走的11天变成40年，这个归咎于今天我们所看的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即便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神，因为在整个旷野的过程里面，神对他们是不离不弃的，对不对？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你现在是走到旷野的话，那你会觉得没有盼望，没有能力了，哇，什么都缺乏，什么都不足四目都没人，那怎么办？怎么活下去呢？在旷野里面是孤单的，是无助的。然而在神的眼光来看，如果你要成为神祝福的，那你必须要被神所管教，这理所当然。因为如果不如此的话，我们到最后会认为我的福是我自己得着的，我自己努力的结果，那会高傲起来。当人越高傲的时候，不只是目中无人，也会目中无神。哇，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求神给我们能够体会，也许你现在还是走在旷野，在某一件事情上，那你不要忘记有神陪伴你，这个旷野会成为甜蜜的道路。也许现在走起来还是非常的痛苦的，是必须要含着眼泪走的，但是你要相信，如果你紧抓住神，神无时无刻都会与你同在的。阿们。你的眼光定睛在哪里，会决定你未来的方向是怎么样的结果，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以赛亚先知就如此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成回城，看如树林。以赛亚书32章15节。是的，当我们领受等候神的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处之地那旷野要变成回田，而回田后来会成为怎么样？树林。阿们。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确信。阿们。你我要相信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所宣告的，都在你我的生命，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都能够成就。阿们。是的，所以不怕旷野，不怕旷野，只怕的是你背离了上帝。 OK， 好，今天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有主同在，旷野变回田。阿们。好，你跟隔壁来宣告，来。阿们。所以需要旷野吗？需要。如果没有旷野，哪里来的回田？对不对？我们经历旷野是不孤单的，因为我们确信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哈。OK， 好，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应该11天就已经走到了神要祝福的应许之地的门外了，在临门一脚就进去了，不是吗？但是我们看耶和华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允许你们的这迦南地而且是每一个支派都要派一位首领，能够派代表，让他们可以去看这是神要以色列百姓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先去看。那圣经很清楚，在13章前半段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所拣选出来的这12位的领袖，每一个支派的领袖的名字，他们要成为监探这个探子要进去来观察查看那当然，其中我们最认识的就是迦勒跟约书亚。但是约书亚当时候的记载里面，他不叫约书亚，他叫何西阿。很特别他叫何西阿。何西阿的意思就是拯救者，在希伯来文里面。那约书亚的意思是什么？是耶和华拯救，不一样何西阿，但是他多了一个耶和西亚，就是多个耶就是耶和华的简称，就是约书亚的意思，我们翻译成约书亚。那摩西为什么有这样灵机一动，称何西阿为约书亚呢？
这个感动从哪里来？从圣灵而来，很特别哦。他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见这位何西阿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他将来要靠神的力量，所以他是神力超人，对不对？我们有所谓的神力，你们都有看，对不对啊？潘牧师最喜欢看那个角色的神力女超人，哇，太好了，因为很像他，真的。你们不认识潘牧师，对不对？等一下我叫他弹琴给你们听，你们会吓一跳。哇，我们潘牧师超厉害的对，神透过摩西看见何西阿，你是神给你的能力，借着神的力量，你要拯救他的百姓，很特别哦，很特别。这时候的何西阿，他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只是要进去来窥探到底神所祝福的迦南地到底是怎么样。好，那我们就看见，对，在我们的生活上，求神也帮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人，好不好？你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到你的家人，这很重要。你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他的时候，你不会吹毛求疵的找他的麻烦，不会，你会看见的他是一个被神所喜悦的。这个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他是在神的祝福里面带来的是极大的恩典的。这不同的眼光，你就会看见不同的结果。好，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摩西就要指示这一些探子他们要进去观察什么？很清楚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看当地的人到底是200公分以上的，还是跟周牧师一样，大概160几公分这样那不同，对不对？今天谁最高在这里？有吗？有180公分以上的，请站起来。180公分以上的，请站起来。OK， 好了，请你们3位出来好不好？来，来，请你们3位180公分以上来，请你们3个站在这里。好，这个叫做亚纳族人。我是 David。你们好，我是 David。如果说要角力的话，你看到他们3个，谁有办法的？健身有没有办法？1个对3个，没办法，对不对？哇，很特别哦，神给他们有这样的旧约叫做伟人，对不对？旧约称为巨人，叫做伟人呐。所以伟人所以你是又伟人，超人名人哇，就光这个名字就让我们缺退3分了，对不对？要让他们好，请你们回去哈。你在这里，我有压力。哇，感谢主对，神给他们魁梧的身材但是我看他们3位都非常的谦卑，对不对？对不对？都非常的谦卑重的一定都他们说我来，对不对？牧师你不用来，我来。对，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所以摩西指示他们看当地的人是魁梧的还是瘦弱的，然后呢，看他们是住帐篷还是城堡。这有没有关系？住帐篷跟城堡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是住城堡，表示他们怎么样？他们是有规模的，对不对？他们是会筹算的，他们知道怎么样盖堡垒，然后坚固的堡垒可以保护他们哦。好，你看300公分的人做的城堡是怎么样的？一定超乎我们想象，对不对？哇！不仅是这样，摩西也要探子说，你们要去看看这土地是肥美的还是贫穷的。好，然后呢，如果有树的话，就把果实摘回来，因为看果实就知道树了，对不对？哇，很特别哦。摩西有没有智慧？非常的有智慧，因为他都是领受从神而来的吩咐，神命令他怎么他就做什么，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哈，那他们进去以后，我们看，哇，从南到北哦，从许的旷野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见，然后圣经有记载，他们到利河，然后再上去到哈马口，对不对？然后再回来到以实各谷的时候，他们就摘了果实回来，摘了果实，除了葡萄以外，还有其他的果实就扛回来，是扛回来哦，2个人扛一串的那个什么葡萄哦，超厉害的哦。我们买的葡萄需要2个人扛吗？啊，可以吗？那就怪怪的，对不对？那你就可以想象吗？他一定是一个人搬不动，需要2个人扛嘛，所以那真的是肥沃的哈。好，从这里我们可以来了解哈，他们当时候的情况是怎么？他们已经去看了，应该是觉得哇，这是很棒的，是神所祝福的，不是吗？就是最后的一局了，不是吗？这最关键的时刻，是不是这样？然而我们看。他们在最后的一局失败，原来是走了就进去了，但是神因着他们悖逆不信，多绕了将近40年，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哈。所以我们怎么在眼中来判定我们眼中前面的所谓的巨人呢？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哈。那些探子回来以后，他们报告说：“对啊，我们去看了，那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呢！哇，真的是肥沃！你看我们扛回来的葡萄串，你们就知道，真的很肥美。哎，他们上面讲的这个，是不是就应验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他们亲眼看见了，就是神所为他们预备的流奶与蜜之地喽。”我们称它为迦南美地哦，是不是这样？但是后半段就不一样了。他们说：“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我们看到在那里看到的是亚纳族人，亚纳族人，哇，这个在旧约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去好好探讨亚纳族人是怎么样的。好，我们来看他们去探望的时候就是这样。去考察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就是面对的前面就是亚玛力人，对不对？然后看见了赫人、耶布斯人，然后看着亚摩利人，有没有？然后两边都是迦南人，而这一些人，他们都是亚纳族人，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亚纳族人就让我们想到歌利亚，对不对？圣经所记载的歌利亚是300公分高，刚才我们是180，对不对？有没有到190的？啊？伟人有没有到190？超人有没有到190？艺人有没有到190？都没有呢。名人呢？对，名人。如果他们180站在300公分的人的面前是怎么样？到顶大概300公分，屋顶到屋顶是300公分，你可以想象吗？可以想象吗？如果是你，就是探子去看了以后，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觉得怎么样？但是这探子当中有一位叫做迦勒，他也是去探看面对这一些巨人的哦。但是他回来说什么？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我们足能得胜呢。其他的十个说什么？我们铁定失败，不是吗？铁定被踩死。但是他说我们足能得胜哦，完全不一样的眼光跟结果，完全不一样的定义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而这10个人为了要能够说服摩西跟百姓，他们就更夸张的说说我们看的这些都是吞居民之地呢，这是假人吧呢，客人骨的呢，哇，害不害怕？哇，他们都是伟人呐，伟人就是巨人，他们都是巨人的后裔啊！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当时候他们所看见，然后他们定义自己是什么？蚱蜢，定义自己蚱蜢，也定义别人看他是蚱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曾经把自己看为蚱蜢，应该都会有。牧师，我也有这个过程，把自己看为蚱蜢，也认定别人看我就是蚱蜢。如果你没有这样过程的，举手一下好不好 ？OK， 没有对不对？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说这是人性，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当然。但是求神给我们能够看到，当我们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当我们看自己为蚱蜢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微小下来了，你就认输了，不是吗？然而最后的结局你喜欢是这样吗？没有人喜欢。我们都期待我们是胜利组的，我们都是胜利得胜者，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求神给我们能够看见，不只是看见自己而已。如果你看到自己只是蚱蜢，就这样决定的话，就这样定义自己的话，那是错误的。你即便看到自己是那么软弱的，但是你应该要看到那与你同在的、应许你的这位神，他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有超能力，他是创造自然，他是超自然者，这是我们所必须要了解的。所以患难之日，我靠主刚强，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患难之日，我靠主刚强。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最大的伎俩、最厉害的就是叫你的眼中看到的都是巨人，叫你眼中所看到，不管事、不管物、不管人，你都觉得那是不可能。对我来讲，我是不能胜过他的，我是不能拥有他的，因为我就是这么渺小，这么无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撒旦的作为。你不要忘了，你在神的眼中不是珍珠吗？不是宝贝吗？你怎么后来还定义自己就是蚱蜢呢？那岂不是很冲突的一件事情吗？对，就是常有冲突，就是常有冲突。你怎么样判断自己跟巨人当中的这些的分别？会看到自己的渺小，没有错，但是你不该只是这样而已。你的源头在哪里？从哪里来？忘了吗？这是我们要常常自我提醒的。所以在信心跟怀疑当中，我们会有拉扯，我们常会在生活现场里面拉扯，我们常常会说我相信，但是下一刻就真的吗？对不对？没问题，我信心十足的，下一秒说干嘛呢？对，就是自我否定开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然而愿神给我们能够了解，勇气跟害怕都有影响力，对不对？但是那两个的影响力带来的情绪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那会让你去决定你不该决定的，你会去决定那不属乎神的，让神
忧心的，让撒旦高兴的，就是因为你在害怕当中，你没有单单的仰望这位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在两造这样拉扯的过程里面，谁在影响你的判断？你的眼睛是注目在那巨人身上，还是注目在耶和华上帝身上，就成为一个关键喽。你的焦点在哪里？你定睛在哪里？那个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愿神给我们有看见。牧师很感动的，就是大卫，他一生许许多多的挑战、困境，甚至他的孩子背叛他，有没有？但是他最后到年老的时候，他的体会是什么？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可以想象吗？在我敌人面前，不是说在我的亲友面前，在我的妈吉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才正确啊，不是吗？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那就让我们，你有办法去体会吗？我就跟主说：“主啊，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他就告诉我：“孩子啊，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巨人歌利亚的时候，我会拉椅子、沙发椅说：‘你坐下来。’我会搬最漂亮的桌子在你面前，然后我会请人把顶级的牛排放下来，还倒一个香醇的红酒，然后告诉你说：‘孩子，享用吧。’敌人怎么办？敌人在我面前怎么办？上帝跟我说：‘你就好好享用你的牛排红酒，前面的我负责，可以吗？可以吗？你可以相信吗？’这是我的感动，这是我的感动。阿们。这是神给我的画面，所以我把它写起来，我把它说出来，让你们知道，原来大卫就是如此的享受有神的同在，即便在敌人面前，他还是可以享受神为他预备的一切的福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怕巨人吗？不要怕。我越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征战就有大餐呢。我那边做好，我们一起说来，有征战就有大餐。这是我们的宣告，因为主就是这样应许我们，不是吗？越有征战，你就越有大餐。那你要不要征战？你要不要吃大餐？那就要征战。阿们。不要害怕征战，不要害怕这敌人，我们可以逾越他的，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福分了。阿们。所以我们看最后这件事情的结果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呢，14章36节到38节，就是这一些10个这个探子啊，他们报恶信的这些探子，好变成怎么样？让全会众都来跟摩西抱怨呐。为什么？因为10-2啊，谁赢？当然是报恶信的他们赢啊，而且他们都是各支派的首领，不是吗？讲话有没有力道？当然是很有能力啊，大家一定信服他们的。所以会众都来到摩西的面前说：“摩西啊，我们在埃及不是很好吗？还有时候还有肥肉可以吃的，到现在你要叫我们死啊？是不是这样？过去他们就是这样，不是吗？后来不是过去，而是后来他们都还是继续这样，不是吗？对。然后我们看见最后这些圣经说，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约书亚和迦勒仍然活着，并且神喜悦他们，用信心宣告巨人必然倒下，对不对？所以他们存留的男丁只有他们2个，最后才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哇，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所以你目前的眼中的巨人是什么？你还惧怕吗？你还惧怕吗？
主说：“我为你摆设宴席了，你要坐下来享受，还是要自己去对抗它？”哦，值得让我们思考。有一首诗歌是我年少的时候就喜欢唱的，这首诗歌我看至少300年以上了。OK， 好，我就是说就要请潘牧师来弹这首诗歌，可以吗？钢琴，好，来，亚伦帮忙一下。OK， 你们听看看哦。我唱哦，我会唱，我会唱。你弹，我一定就唱的。哇，这是一首黑人灵歌，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前就有的。本来是美国的民谣，后来成为诗歌流传到是现在。我本软弱主刚强，求主保守力追望，心里满足忧伤。当我走，求领我进你旁，主，我愿更亲近你，与主相亲乐无比，每日同行更亲密，亲爱主，求你恳求你，我们一起来唱副歌来。主，我愿更亲近你，与主相亲乐无比，每日同行更亲密，亲爱主，求你恳求你。阿们。我都不晓得他要，我都不晓得他要弹琴呢，他真的上去弹琴呢，超厉害，对不对？对，我们在鱼池牧会的时候，就资源比较少，所以大概都是他弹琴，我弹吉他或弹贝斯这样服侍啊。当时亚伦亚拿都还很小，只会跑来跑去而已然后要唱歌的时候就会站上去唱这样看不懂中文没关系，反正都会背了。他们也是超厉害从这样子跟我们一起服侍。来到永光以后，我们就看见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对不对？而且我们看见我们叫秀姐，对不对？秀老大，为什么叫他秀老大？你知道吗？玉秀。因为我们来永光教会，他就开始跟我们一起服侍在乐团，到现在已经25年了，25年了，他当老大了，对不对？感谢主而且，对，还有，对啊，这个，对，嘉宇也是老大也是老大级的甜甜呐，嘉伟呀，对啊，都是老大级的哇，感谢主他们一路我们一起服侍不断的精进，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祝福所以求神帮助我。这首诗歌会唱的举手一下。只有一个2个你们都不会朱大哥你也没有唱过。你为什么不举手？我想说你应该会唱过对不对？你比我年轻不是吗？对了感谢主诗歌就是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牧师时时刻刻都在唱诗歌，因为觉得这是跟神最接近的一个方式。把我心中的巨人交给神的时候，那我相信我都能够逾越过他，因为我越遇见巨人，
越有牛排大餐可以吃，哈哈，阿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所以我要宣告，我眼中的巨人都要倒下，阿们。你也宣告吗？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眼中的巨人都要倒下，阿们。我只要唱诗歌，他就倒了，不是对不对？对，因为唱诗歌就是宣告咯。所以我虽软弱，但是主是刚强的，这是理所当然的。OK， 我们来读这一段今天的经文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诗篇23篇第5节，再一次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诗篇23篇第5节。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相信那眼中的巨人会成为我们跟主接近的一个什么连结，对不对？好，一个过程，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请大家起立。谦卑的心，与你相遇在祷告里，调整脚步，放下自己，呼吸新的气息。一颗慕的心，与你连接在祷告里，恢恢安息，重新的力。拥抱你的无比，我们以祷告点燃祭坛，熊熊烈火四处流传，高举你双手，随处可看，无形火焰家家点燃。谦卑的心，与你相遇在祷告里，调整脚步，放下自己，呼吸新的气息。一颗慕的心，与你连接在祷告里，恢恢安息，重新的力。拥抱你的无比，我们以祷告点燃祭坛，熊熊烈火四处流传，高举的双手随处可看，无形火焰家家点燃。跪在主脚前，世界跑在我们后边，何以敬拜主彰显？天国降临我们中间，双膝跪在主脚前。双膝直达天堂，祷告为你全地震撼，跪下的双膝直达天堂，祷告为你全地震撼。
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巨人，摆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你应许我们，凡奉你的名求的，你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的威力，看见主你为我们排除这一些的艰难，让我们能够更知道你与我们同行。若不因为有这些艰难，我们就可能忘了你与我们同行，忘了我们应该跟随你的脚步而行，忘了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因着这些艰难，让我们紧抓住你。谢谢你，你用云柱火柱与我们同在，叫我们明白你的能力是超乎巨人的，因为巨人在你的手中就成为蚱蜢了。感谢你听我们祷告，谢谢你，我们的巨人，我们要宣告，在这时刻都要全然倒下，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没有立足之地，因为我们就在你的旁边。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医治、能力、安慰、信心、盼望，都加于我们对你所求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奉献是回应神的爱及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今日的主，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圣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会众请起立。今日到主世人桌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圣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会众请坐。消息报告，我们请亚伦。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这礼拜的事工。之前我们先来读这周的经文，是红色的，对。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民数记17章8节。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本周的事工。
好，我们第17期的门徒班结业总共有9位同工，我们非常感谢主这边的同工他们的分享，他们有许多的得着，他们的分享也都非常棒，有许多的见证。我们也继续恭喜他们，也期待他们能继续上我们的下一个班是哪一个班呢？领袖班，没错，我们期待也在领袖班继续看到他们。上帝祝福他们。好，第16届培育学校的毕业受证在6月29号下礼拜第2堂礼拜当中来颁发我们毕业证书。青少年的暑期的营队撼动星球，我们总共报名113名。那请有受到邀请要来预言服事的同工，在6月20号之前交这个预言的内容给名家干事。那这个预言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的第2天这个营会的第2天晚上有所谓的圣灵之夜，然后我们就请我们的教会同工领受预言，来为现场的100多位的学员来发预言祷告，来祝福他们。那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而且有很多的学员都是外教会的。那我们就求上帝启示我们的同工，让我们同工真的领受到上帝要对这些年轻人所说的话。阿们。好，牧区下半年度的牧区的幸福的出游筹备会议，请区长们在6月22号前召开筹备会来讨论分工、景点等等。好，请各位区长来注意到这个时间。下一点。好，恭喜我们本会的3位青少年从台湾神学院来毕业，有林庭安、周雅娜跟周雅伦。那就在这个星期五，6月20号星期五早上10点，在台神有毕业典礼受证。那欢迎同工、欢迎信徒都能来观礼参加。好，我们永光教会的母会呢，就是永和教会。那他们要来庆祝他们70周年的庆典。那我们联合圣歌队也要来献诗，所以时间是在6月22号的下午3点举行这样庆典礼拜。那献诗同工呢，就是在2点20分的时候，在永和教会来集合来彩排。那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生力军来参加这个圣歌队来献诗，来祝福我们的母会永和教会。好，潘牧师他受邀到重新教会来。专讲有关于 RPG 跟导读的部分。潘牧师刚刚已经出发，所以我们为了潘牧师的服事来祷告。好，我们的布道已经非常的多元，感谢主，我们不只有手作的，我们现在还有电影的布道。所以这是前天晚上会宴小组跟健身小组合办的这个电影布道会，总共有28个人，他们电影包场下来。好，感谢主，真的是很棒的活动。那今天下午呢，也有波波小组的这个电影的布道会，总共有37位参加，里面竟然有29位都是 best， 感谢主。他们要来看这个《万王之王》，这是一部虽然看起来是动画片，但是却是很意外的，它得到非常好的票房，特别是在我们基督徒的部分，全世界各大教会的部分，所以我们也继续为了波波小组他们的电影布道来祷告。好，那本周6呢是我们央青的布道会，就是密室脱逃。那报名有33位。好，健康代祷部分，我们为着知和执事的母亲，还有就是李赖茶，还有宏宇弟兄的父亲，就是叶志贤，继续为他们祷告，求神恢复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与神的心意来对齐。阿们。好，在明天早上呢，我们有在第2殡仪馆这边是林火清弟兄的告别礼拜啊，继续为了遗族来代祷。那如果有诗班有要练习卫诗的，我们等一下礼拜后就集合来练习。好，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谢谢。好，首先第一位就是陈敬轩，请起立，我们用掌声欢迎他。敬轩是青少年，是第一次来，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请坐，谢谢。好，第二位是刘正道弟兄，好，请起立。这位是我们正平组长的哥哥吗？是正平组长的哥哥，好，我们欢迎他。
请坐，谢谢。我们也继续祝福郑平组长全家还有他家族，希望他的家族都能一起到教会来跟我们一起来聚会，一起来敬拜神。好，接下来是吴静文跟薛培华，是不好意思哈，吴静梅跟薛培华。好，我们请这两位请起立，是慈应的朋友，我们欢迎他们。请问你们也住在这边附近吗？还是？好，那就请慈应，就是每周都继续带他们回来参加我们永光的礼拜。我们很欢迎我们的新家人。好，接下来就是永生，对不对？好，永金弟兄，好，我们非常欢迎永金弟兄。好，我们一次欢迎，大家一起说永远欢迎。那我们这边几位的新朋友呢，我们这边的迎宾同工有礼物要来送给你们，那也用短短的时间来介绍我们的教会，所以请带起你们的包包行李，然后跟着我们同工，没错，跟着我们同工一起到旁边的小教室去，我们会郑重的欢迎你们，然后送给你们一份小礼物。好，那这时候我就邀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彼此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举行告别式哈，我们的季玉贤弟兄，那今天他们的家人家军。跟他们的家人一起来请他们挥挥手好不好？在后面他们今天也要表达我们教会对他们的关爱，特别这一些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去参加我们玉贤兄的告别式哈。那他们今天表达大家对他们的来感谢大家哈。OK， 好，这时候我们就依然站立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上帝开启你们属灵的眼睛，定睛于他，叫巨人变成微小，让一切的拦阻困境都能够离开，并且你们胜过他这一切的时候，就可以经历神是丰富的神。也愿神的大能护庇你们，赐福在你们与你们手所做的工，也圣灵的引导，叫你们走在光明、喜乐、蒙福的道上，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因他活着。
们平安。愿神继续引导我们的脚中，请坐。我们今天的敬拜暂时到这里结束。献上所有一切，奉你名献上赞美祭。请明天献味师的兄姐